1948年12月23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嘅絞刑架上，南京大屠殺懸兇松井蛇瞪絕望咁伸直咗雙腳。呢個係國際司法喺歷史刻下嘅鐵證，無數幸存者嘅血淚證詞，第三方外籍人士嘅真實記錄，仲有日軍自己嘅絕密檔案，白紙黑字將呢場慘絕人寰嘅大屠殺釘死喺恥辱柱上。不過大家仔細諗下，事情真係咁就完咗啦咩？並冇。可能有人會問，到21世紀啦，鐵證如山嘅事，點解日本國內仲有咁多人非要死纏爛打咁去翻案？嗰班右翼政客日日扯大喉嚨咪，話大屠殺根本唔存在，話嗰場只不過係普通嘅治安事件。你以為佢哋真係得閒得滯，非要幫自己罪孽深重嘅祖宗洗白咩？咪天真啊！歷史從來都係現實政治嘅提款機，呢班政客瘋狂篡改歷史，甚至企圖徹底推翻東京審判嘅定論，根本唔係喺度探討咩學術問題，而係操盤緊一門沾滿血腥味嘅現代政治同金融生意。今日我哋喺新聞度見到日本軍國主義瘋狂隻屍橫滾，見到佢哋肆無忌憚咁挑釁而戰後嘅國際秩序紅線，呢背後其實收埋咗一盤極其陰險嘅地緣大棋。嗰啲幫甲級戰犯招魂嘅當權者，實際上係向大洋彼岸嘅超級大國交投名狀。佢哋妄圖透過徹底抹殺對戰爭罪責嘅反省，去換取主子幫佢哋解開條頸圈，從而攞到國軍備戰嘅通行證。而一旦呢個潘多拉魔盒被打開，日本普通老百姓辛苦儲落嘅國民財富，都會被直接推上華爾街嘅砧板。呢場以篡改歷史為起點嘅瘋狂試探，究竟會將日本徹底帶入一個點樣嘅萬劫不復嘅深淵？又係邊個喺背後靜靜雞舉起個把隱形嘅金融鏈，都準備無情收割？一切嘅答案都藏喺血淋淋嘅現實入面。點解日本政壇會養出咁多中意幫戰犯洗地嘅政客？其實講穿咗，呢個就係一門收割選票嘅無本生利買賣。你睇下嗰啲右翼大佬，平時治國理政攞唔出咩見得人嘅成績，經濟通縮搞咗幾十年都唔見好轉，老百姓日子越過越緊。呢個時候佢哋點算好？最廉價嘅手段就係煽動極端情緒，將南京大屠殺呢啲鐵一般嘅罪行講成係人哋捏造嘅，將甲級戰犯包裝成國家犧牲嘅英雄，呢度說辭喺嗰啲唔了解歷史真相嘅年輕人同極右翼基本盤入面特別受落。只要喺台上嗌幾句強硬口號煽動下對鬧，選票就大把咁落入自己袋。所謂篡改歷史喺佢哋眼中根本唔係咩學術探討，而係一部赤裸裸嘅權力提款機。不過如果淨係為咗攞幾張選票，呢班人都仲未敢咁明目張膽咁踐踏國際底線。真正俾膽佢哋去翻轉張台嘅係太平洋對岸嗰個自稱世界警察嘅超級大國。可能有人會問，當年呢個大國唔都係審判日本法西斯嘅主力咩？而家點解有得佢哋亂尾？大家一定要認清一個殘酷嘅現實，喺冷血嘅地緣政治棋盤上，從來都冇永遠嘅正義，只有永遠嘅利益。而家呢個超級大國要喺亞太地區搞黐岸平衡戰略，畫公仔畫出腸，就係想喺亞洲搞事圍堵對手，但自己又肉痛之前唔想親自落場。於是佢哋就睇中咗日本呢隻曾經咬過人嘅惡犬，為咗令日本可以重新披甲上陣做高級炮灰，大國唔單止對日本抹殺歷史罪行嘅做法隻眼開隻眼閉，甚至暗中遞咗仔縱容佢哋突破和平限制。日本嘅右翼政客亦都心照不宣，佢哋瘋狂洗白侵略歷史，就係為咗徹底切斷普通日本老百姓對戰爭嘅恐懼同反省，藉此換取主子點頭俾佢哋徹底重綁。呢個根本就係一場見唔得光嘅行贓交易，攞千萬受害者嘅血淚去換取國家軍事化嘅一路綠燈。從表面睇，呢個只係政客們嘅政治算計，但大家挖深啲睇，呢把其實係一把血淋淋嘅金融鐮刀。可能有人會問，幫戰犯招魂同老百姓嘅銀包有咩關係？大家仔細諗下，日本而家搏命想擺脫戰後體制，核心訴求就係擴軍備戰，但呢個開個無底洞，啲錢到底由邊度嚟？你哋睇下而家嘅日元匯率跌到咩慘況，國內物價日狂飆，
普通老百姓連日子都快捱唔落去。但係日本政府嘅防衛預算仲係成倍咁向上翻，呢個巨大嘅財政黑洞想填平，靠正常發展經濟根本冇可能，只能夠靠吸老百姓嘅血。呢個時候篡改歷史嘅真實作用就徹底暴露啦。右翼勢力將南京大屠殺洗白，將侵略戰爭美化，本質上就係幫全日本國民做戰時經濟嘅思想動員。佢哋就係想令民眾乖乖勒緊褲頭帶，心甘情願咁為軍國主義嘅復甦找數。但呢個仲未係最殘忍嘅，真正可怕嘅係匿喺幕後嘅金融收割機。日本為咗買更先進嘅武器，為咗向超級大國交天價保護費，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甚至仲要繼續死綁定美債嚟表忠心。計嘅資本大鱷早就張開咗血盆大口，佢哋用美元霸權嘅潮汐效應同日元狂跌嘅匯率剪刀差，一邊喺國際上推高能源同糧食呢啲大宗商品嘅價格，令日本高位接貨，一邊又喺金融市場上精準做空，將日本企業辛苦賺翻嚟嘅利潤食到乾乾淨淨。講穿咗，嗰啲右翼政客喺前面瘋狂搞震挑人底線，其實係將日本幾代人靠搞實體經濟樹落個小小老本，連本帶利咁獻祭俾華爾街嘅資本鐮刀。呢場掏空國家根基嘅金融豪賭，所有嘅代價卻要由千千萬萬嘅普通人去承受。唔通全日本嘅老百姓都係盲嘅，任由呢班右翼政客拖住個鼻走咩？其實根本唔係。喺呢個棋盤上，日本內部一早已經撕裂到不成形啦。可能有人會問，嗰啲有良知嘅日本人做緊啲咩？其實大家都留意下新聞就會發現，好多長期嘅市民團體，嗰啲真正經歷過戰爭慘痛嘅核爆幸存者，仲有嗰啲真正清醒嘅有識之士，佢哋一直都喺度搏命呼噓，要求政府必須正確完整咁反映軍國主義作為加害者嘅罪行同歷史。佢哋心入面太清楚啦，篡改歷史嘅代價就係重蹈覆轍，將國家再次推向戰火嘅深淵。呢啲清醒嘅普通人同嗰啲狂熱嘅右翼分子之間，正經歷緊一場極其慘烈嘅內部搏殺。不過淨係靠日本內部嘅清醒者去踩別都係唔夠嘅，我哋再睇下外部嗰啲真正嘅大玩㗎。你真係以為喺今日亞洲呢片土地上，邊個仲可以隨便反轉個天咩？二戰同盟國當年立下嘅規矩，嗰啲用無數先烈鮮血換翻嚟嘅國際秩序紅線，絕對唔係日本右翼所撕毀就可以隨便撕毀嘅。亞洲周邊嘅國家手頭上揸住嘅反制底牌大把，你咁喺歷史定論上瘋狂挑釁，我哋喺經貿安全同地緣威懾上就可以令你食不言兜住走。最後我哋再講下嗰個你喺背後大刀仔嘅超級大國。可能有人覺得主子既然用得着呢隻狗，就一定會全力保住佢。大家仔細諗下，嗰個超級大國精明得很，佢哋對日本嘅真實心態其實就係一套極其冷酷嘅9年邏輯。佢哋確實需要日本衝到前面去做炮灰咬人，但佢哋心入面同樣比邊個都清楚，日本當年可係咁明目張膽偷襲珍珠港嘅，一個毫無底線，甚至連自己犯下嘅殘暴罪行都唔敢承認嘅國家，一旦俾佢真正重新武裝起嚟，隨時都有可能翻咬主子一啖。所以超級大國一邊幫日本重綁，一邊又死死扯住嗰條金融同軍事嘅狗鏈，絕對唔會俾日本真正實現所謂嘅國家正常化。日本右翼政客自以為抱住大髀就可以為所欲為，其實喺真正嘅操盤手眼中，佢哋只不過係只用嚟試探底線，而且隨時可以被拋棄嘅消耗品罷了。講到最後，我哋嚟體驗下呢場豪賭嘅最終結局。嗰啲企圖靠篡改歷史去建立虛假自信嘅日本右翼政客，最終必然會喺殘酷嘅大國博弈之中被剪到粉碎。可能有人會問，點解歷史嘅鐵案絕不容許翻案？大家仔細諗下，呢個唔單只係因為人類嘅道德底線不容踐踏，更因為喺呢個充滿叢林法則嘅世界入面，國際秩序嘅紅線從來都係用實力同鮮血畫出嚟嘅。南京大屠殺係鐵證如山嘅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嘅判決係二戰生利國用無數生命打落嚟嘅鐵律。你一個戰敗國，而家想靠住耍下嘴皮子，或者攬實某個超級大國嘅大髀，就想將當年嘅罪責一筆勾銷，呢個簡直係痴人說夢。喺呢個冷酷嘅現實世界入面，冇實力作為後盾嘅野心，其實就係遞刀仔俾人。日本右翼勢力而家鬧得越寬，
配合超級大國將亞太地區嘅水搞得越渾濁，佢哋自己就越危險。一個連自己犯下嘅滔天罪行都唔敢直視，連軍國主義呢個毒瘤都唔肯徹底切除嘅國家，點可能真正贏得國際社會嘅尊重？佢哋只以為係喺亂局之中尋找所謂嘅國家正常化，其實只不過喺一張人哋一早畫好嘅新冷戰棋盤上面咁跳。一旦大國之間達成妥協，或者地緣局勢發生逆轉，呢種甘願充當大國博弈好財嘅國家，絕對會第一時間成為被無情拋棄嘅棄置。到時候唔單止佢哋妄想嘅軍事大國們會灰飛煙滅，就連普通老百姓辛辛苦住落嘅最後少少家底，亦都會被國際資本徹底吸乾。呢個就係叢林法則最冷酷嘅地方，想直思雲來，最終只會落得個魂飛魄散嘅下場。睇透複雜世界，拒絕隨波逐流，點讚訂閱，我哋下期繼續深度解局。